酒具唱归赞，事中寻欲曰不可。丞相本心一兵，匡扶汉室，当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。君子爱人，以得不宜如此。曹操闻言，勃然变色。董昭曰：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？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，加酒席。荀彧叹曰：吾不想今日见此事。操闻生恨之，以为不助己也。建安17年冬10月，曹操兴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，托病止于寿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饮11盒至，盒上有操亲笔封记。开盒视之，并无一物。彧会其意，遂服毒而亡，年50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文若才华天下闻，可怜失足在泉门。后人慢把留侯笔，临莫无言见汉君。其子荀彧发哀书报曹操，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是日晋侯。且说曹操